下叫碰10000，还叫成功。下叫摸到10000，你猜他會不會摸尾牌？嗨，大家好，我係1蚊2，今晚5集。呢一鋪係嗰日嘅第一鋪，冇錯，呢個對家就係佛牌哥。佛個靚嘅篇章3索畀我，叫個25萬啊！呢個9筒係嚟害我嘅，哇！真係我唔打下家都唔打住。好在我格局大，以正張開咗個靚頭，中8個馬。第2鋪好啦，我一砍7萬就叫個27索500筒。你都想有咁好嘅手氣，可以去左下角高高麻雀，喺家鄉麻雀揾到月桂敏地區就有同款玩法啦。一定要擺整齊啲牌，係咪啊？玄學啊！中3個，第3鋪不錯不錯，而家碰過入個叫糊。冇錯冇錯，又係佛牌哥罰咗隻紅中過嚟。隻自摸牌識走嘅。中3個，第4鋪。哇！入個總卡窿6筒，叫3、6、9筒，舒服啊！中6個馬，哈哈！秒殺對家2個紅中，最後一鋪啦！我又碰。哇！真係碰得靚，摸一砍2索，而家變咗台橋。哇！嚟得切叫糊，下家呢個時候摸到1萬，佢喺度分析2萬碰咗，剩返1隻有得搏，哈哈！往往就係嗰一隻瀨嘢。